黃記居。 好嚟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不假外求，中檔快喎，入邊嗰啲馬唔快喎。咁啊見到中間宇宙之光上翻嚟啦，黃衫大約第3位都有進先生啊，內欄第4喎，63進彩飛馳啊，上感恩啊外邊第5位，馬林中間灰馬粉紅眼罩呢就美麗多型，內欄呢粉紅衫橙色就一隻就係桃花多，響外邊啊悠乾坤啊，後邊嗰6匹馬江南城響尾6外邊嘅，埋邊尾5藍眼罩小神仙呢，後邊4匹馬紅當當銳一啊。 尾2極速之子暫時墊後，紅黃繽紛嚟㗎。好啦，過呢個1000米嘅段柱啦，前面放嘅馬呢，見到外邊走咗上嚟喎，上感恩啊，不假外求啊，埋邊第2位啦，第3位有宇宙之光，內欄第4 63進彩飛馳，中間第5進先生，外邊第6有悠乾坤啊，內欄第7位粉紅衫呢，仲有呢隻呢，就係桃花多啦，馬林中間呢，灰馬粉紅眼罩美麗多型啊，後邊嗰6匹馬江南城黃衫尾6慢慢攞咗出去啊，後邊5匹小神仙呢，藍衫尾4呢，就銳一啦。 尾3咧紫色眼罩仲係紅當當啊，後邊2匹馬紅黃繽紛粉紅衫係極速之子嚟㗎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嘅時候啦，前面上感恩仲有少少嘅優勢，宇宙之光逼下佢啊，埋邊位置不假外求啦，再見到中間進先生側起個頭亦都追咗啲，中檔位置美麗多型，埋邊呢就桃花多，外邊啊江南城上緊嚟，最出仲有隻紅當當，最後200米透出嘅馬進先生，外邊上嚟個江南城，出邊用啊紅當當，入邊位置仲有上感恩宇宙之光，中檔就係銳一啊。 最後100零米透出去進先生，江南城追緊佢，出邊位置仲有紅當當，贏馬嗰匹係進先生啊！第2名就相當近喎，黃衫黃帽中檔俾人夾住就係江南城，出邊紫色眼罩紅衫就紅當當，睇下邊隻第2啦，贏嗰隻就進先生嚟嘅，第4名都係中外檔冚喎，極速之子。 潘明輝夾住師傅賀賢喺度先拔頭籌啦，跑第2名好接近喎，睇下後尾係。 隨時起步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萬里雲撞兩撞係響後邊嘅，前面快噶嘛，嘉應勇士就快喎，中間仲有橙帽嘅團結勇士轉得勝，亦都喺外欄位置啊，出邊紅衫紅帽紅前到啦，走咗上去又踏雪尋回放啊，後多層呢，仲有家家有福啊黃衫啦，啡色衫響入邊呢，仲有俏眼光，再入邊有日出東方，後邊嗰扎啦，勁進齊心啦，福進呢埋邊紅衫紅帽綠色袖呢，大約尾4度啦，中間有呢隻中橫大興啊，後邊嗰2匹馬小魔怪同埋嗰隻晉王日嚟㗎，好啦，跑咗一段嘅路程啦，前面放咗出嚟跑嘅馬呢，就係踏雪尋回嚟嘅，嘉應勇士就開始拍緊啲啦，後邊團結勇士呢，再數入邊呢，福進上緊嚟啦，中檔位置有俏眼光同埋呢隻就家家有福啊，外欄呢，紅前道啊冇位喎，入邊中環大興都追緊上嚟，最後100零米福進透出咗，埋邊追緊上嚟嘅俏眼光，中間小魔怪，再入邊仲有中環大興接近終點，俏眼光贏出呢場賽事，跑第2名嘅馬呢，小魔怪啊，第3名。入邊中橫大興，第4名外邊福進啊！咁啊結果呢場賽事呢隻俏眼光咁啊沿住個中內檔呢就傳上嚟，拋嚟贏啊！跑第2名中檔追上嚟咯，嗰隻就小魔怪，入邊呢就中橫大興，第4名外欄位置係福進啊！飛到馬到。獨秀大熱係1。好嚟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快閘嘅馬全神貫注橙衫嘅，咁啊都好多馬一齊搶喎，咁啊再見到啦埋邊有球王啦，中間線路萬里走咗上去啦，出邊線路江華帶咗出嚟，外邊紅帽63添起雲啊，但係跟翻住個第5全神貫注第6位藍衫仲有藍雀爺啊，外邊鐵甲縮龍啦，後邊嘅馬啦，咁啊先見到有呢隻呢就嘉應威風啦，內欄粉紅衫揚愛高飛啊，後邊嘅馬東方福寶美神來尾一拼搏啊，暫時墊後有型勇士嚟嘅，轉香港體育學院灣啊，放咗出嚟跑嘅馬呢係嗰隻線路光華嚟噶，跟住喺第2位添起雲啦，第3位有球王啊，線路萬里咬住第4啊，第5位粉紅帽就天甲縮龍啦，中間橙衫嘅全神貫注內欄藍衫藍雀爺又上咗少少啦，中間夾住嘅馬呢，咁啊仲有呢隻呢就嘉應威風啦，後邊嘅馬啦，東方福寶63嘅粉紅衫尾4係揚愛高飛，美神來內欄尾3掟大外檔啊，拼搏包咗落俾有型勇士啊，好啦，最後直路啦，前面
面透出嘅馬呢，就係呢隻添喜雲啊！咁啊，線路萬里，沿住個中檔追緊啊，後多層中檔橙衫追嘅馬呢，有全神貫注，出邊嘉應威風上緊嚟，後多層啊嘛，仲有美神來，外邊係有型勇士，最後100零米，嘉應威風喺外邊冚咗上嚟啊，埋邊啊添喜雲進佔第3位，仲有美神來接近終點啦，嘉應呢隻係嘉應威風贏啊，跑第2名係添喜雲啊。第3名係美神來，第4名呢埋邊線路萬里嘅機會係似乎高啲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呢隻嘉應威風咁啊跑嚟贏馬添喎，外邊冚上嚟，跑第2名係添喜雲，美神來第3，第4名線路萬里啊！黃琪居。好，嚟一起步嘅時候爆出美麗慢啲喎，前面快噶嘛，咁啊中檔位置威武年代啦，戰旗飛都快啊，中間騎上去有暴風一族啊，咁啊外邊位置就創科群英黃衫黃帽嘅，中檔黃衫黑帽就開心宇宙啊，內欄呢，咁啊粉紅袖戴面箍特別美麗啦，中間綠衫黃帽榮耀掌聲啊，後啲嘅馬匹啦有森林之王啊綠色衫嘅，外邊呢仲有逍遙騎士啊，後邊5匹馬大千紅心尾5綠色衫㗎，尾4內欄黑帽白衫中國心隔離拍住堅闖啊！尾二風神暫時殿後係爆出美麗嚟㗎。好啦，過呢個1000米嘅段處啦，前面放咗出嚟跑嘅馬係暴風一族嚟嘅，戰旗飛啊第2位啦，創科群英呢就外邊望空走咗上去喎，跟住後邊嘅第4位啊，仲有開心宇宙啊黃衫嘅，第5位粉紅眼就威武年代啊，第6位外邊綠色衫呢就大千紅心都上埋嚟啦，中間榮耀掌聲內欄特別美麗啊，外邊冚㗎咯喎，有逍遙騎士啊藍色帽嘅，出邊呢仲有堅闖啊，後邊4匹馬中國心啦、森林之王啦，尾二攞出去外邊啊，棗紅衫黃帽係風神啊，響後邊啊爆出美麗嚟㗎。好啦，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透出嘅馬呢，又開心宇宙鬥緊埋邊啊，創科群英啊，外邊大千紅心就開始上嚟啦，最出風神亦都爆緊上嚟啊，中檔位置仲有榮耀掌聲啊，最後200米到啦，透出嚟大千紅心，外邊風神一鼓作氣冚咗上嚟，兩匹馬拍住嚟鬥，後邊仲有榮耀掌聲，出邊位置就係堅闖啊，爆出美麗，入邊仲有呢隻創科群英接近終點，頂到馬頭之啊，外邊位置係風神，入邊大千紅心好似甩甩地韁繩㗎啦，咁但係好似外邊嗰隻風神呢，都係咪識贏就係識贏啊，鬥贏咗呢，要影相啦，叫做啊拋甩晒，外邊係風神，入邊大千紅心，第3係榮耀掌聲，至於跑第4名嘅馬呢，埋邊中國心呢，捐咗上嚟喎，出邊仲有爆出美麗。黃琪居準備好，你一開閘，大家都平排約出啦。快啲嘅馬呢，中間位置有方糖武士啦，咁啊仲有忍者傳承走咗上去啊。出邊關鍵所在，最出晒冷走上去喎。中間大約4、5位到啦，咁啊仲有不羈啦，外邊連連風雨啦，後多層有加州布捷啊。咁馬林中間呢，藍衫嗰隻呢就係新力好嚟㗎，咁啊大約跟住個第8、9位到啦。後啲嘅馬匹啦，見義勇為，圖夢成真，內欄尾二健康快車，咁啊線路滿貫，暫時包尾啊。好啦，咁轉緊彎嘅時候啦，前面放咗出嚟跑嘅馬係晒冷喎，跟住喺第2位呢個關鍵所在啊，連連風雨亦都進佔第3位，後邊嘅馬有不羈啦，咁啊中檔位置呢，仲有忍者傳承褪啲啊，埋邊就方糖武士喎，攞出去外邊呢，就有加州布捷啦，中檔等緊位，新力好啊，後多層嘅馬響入邊捐上嚟，紅衫仲有隻健康快車啊，最後300米到啦，晒冷放咗出嚟跑，未換到腳㗎，咁啊一路佔先少少嘅，關鍵所在響第2位啊，大外檔啊，線路滿貫衝上嚟勁喎。中間新力好揾到位啊！最後100零米線路滿貫，外邊逢馬過馬殺上嚟，中間係新力好，入邊係晒冷，贏馬嗰匹係線路滿貫啊！跑第2名新力好，第3名埋邊係晒冷，第4名啊出邊追上嚟圖夢成真，同埋入邊關鍵所在要影相啊！結果今場賽事一出即勝啊，線路滿貫，外邊逢馬過馬贏晒啦！跑第2名嘅新力好，第3名埋邊晒冷，第黃琪居隨起步，
好，你一開閘啦，佳運發相當快閘啊！外邊有加州本事啊，走上去啊！中間紅衫燃力寶、粉紅衫勇敢孖寶、內欄綠衫呢，仲有競馬一心大外檔呢，走上去仲有遨遊波士啊！黑衫白帽外邊係非凡時刻啊，後多層嘅馬啦，外邊係金玉良言啦，尾四位置係快活英雄啊，尾三內欄好精神啦，尾二星火燎原啊，咁啊暫時大墮後係鋭高嚟㗎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彎啦，加州本事就貼欄放嘅，跟住喺第二位就遨遊波士啊，中間第三紅衫啊燃力寶啦，內欄第四仲有競馬一心啊，外邊第五金玉良言，中間第六淺藍衫有佳運發，黑衫白帽攞出去外邊係非凡時刻啊，外邊勇敢孖寶啊，大外檔呢就快活英雄啊，響入邊搏位就好精神嗰啲馬，入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佔先嘅馬就係呢隻遨遊波士啊，鬥緊埋邊燃力寶兩匹馬相當接近㗎啦，後多層啊嘛，中檔位置有非凡時刻，中檔上有佳運發啊，外邊追一啲呢就係呢隻好精神啊，最後百零米啦，燃力寶呢就已經係透出咗㗎啦，外邊追上嚟好精神個勢相當勁喎，遨遊波士衝咗一段唔多，埋邊加州本事又上翻嚟，接近終點蔡約翰又贏多場，燃力寶啊跑第二名好精神，第三名加州本事，第四名係遨遊波士啊。結果今場賽事跟前嘅馬而今日跑得好唔多，而燃力寶都係跟前跑法，而將後邊嘅對手掟到甩晒而贏馬，外邊追上嚟好精神第二，加州本事第三、第四名係遨遊波士。終於都有大熱門贏馬啦！黃記居，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，大至尊稍為慢咗啊，前面快噶嘛，和平波走咗上去啦，知足常樂啦，響入邊呢，咁啊仲有粵進歡欣啊，最出係百賀飛區，大約第三位到橙帽橙袖嘅，內欄嗰邊啊，禪聖輝煌粉紅眼罩咧，中間有安晴啦，出邊係智取神區啊，大至尊上翻去尾六內欄戴面箍嗰匹啊，尾五有安如啊，後邊四匹馬陽光勇士、美麗同享啊，暫時墊後一隊綠衫係有目共賞，白衫響佢出邊呢，係球星嚟㗎。好啦，接近呢個1000-2米段處啦，前面方就係呢隻和平波㗎啦，撤離咗第一個零身位嘅第二位外邊啊，百賀飛區啊，內欄第三係知足常樂啊，進佔第四位有智取神區，第五位呢就安晴啦，內欄第六啊就係禪聖輝煌啊，後多級嘅馬啦，內欄位置戴面箍黃衫嘅大至尊，外邊係粵進歡欣啊，後邊五匹馬有呢隻呢就係安如啦，尾四陽光勇士啦，尾三美麗同享，尾二呢就有目共賞啊，白衫白帽暫時墊後係嗰匹球星嚟㗎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彎中間啊，前面和平波仲係貼欄之離咗一個身位嘅，跟住第二位㗎嘛，知足常樂上咗嚟喎，咁啊見到百賀飛區呢，響第三位走咗入去喎，智取神區就走咗出去上咗嚟，百賀飛區收慢啊，咁啊再見到外邊冚嘅嘛，有粵進歡欣啦，出邊美麗同享啦，外邊有兩隻有目共賞，大我都係球星啊，最後200零米啦，和平波拋離後邊嘅對手兩個馬位啊，中間有知足常樂、粵進歡欣上緊嚟，埋邊位置大至尊，外邊追有安如，最出嗰邊仲有美麗同享同埋有目共賞，最後100零米和平波佔先啊，粵進歡欣率先上嚟過佢，緊隨其後，外邊安如亦都殺埋上嚟，接近終點，外邊冚嘅馬係安如啊，結果贏出今屆莎莎婦女銀袋啊，終點前將粵進歡欣趕過咗。咁啊，至於第三名嘅馬呢，都非常接近㗎，埋邊和平波唔多，中間智取神區同埋外邊陽光勇士都一齊追咗上嚟。今屆莎莎婦女銀袋嘅得主係安如嘅機會高啊！準備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快閘嘅馬咧，戀愛狂中檔咧就出閘快嘅喎，咁啊再喺佢埋邊咧，龍城強將走上去，出邊有兩隻超旺財大外檔白衫走埋上去咧，仲有呢隻酷霸王啊，內欄大約5、6位啦，有呢隻艾比奧，中間呢就係巴閉佬啊，後多層嘅馬啦，咁啊出邊有呢隻咧就勇闖高峰啦，內欄黑衫勁進良區啦，中檔夾住有嘉樂寶區，外邊啊準輝煌啊，後邊嗰4匹馬大太陽啦，尾三棗紅衫咧就係深紅紅啊，尾二天蓬貓暫時墊後縮咗喺後邊嚟跑喎，6-3天天更好嚟㗎。好啦，轉香港太后灣啊，放咗出嚟跑嘅馬係酷霸王啊，超旺財緊隨其後啊，守住個內欄第三龍城強將，第4位呢，咁啊仲有呢隻戀愛狂啊，第5位外邊橙衫準輝煌啊，中間有巴閉佬內欄橙色眼罩呢，仲有艾比奧啊，響外邊冚㗎啦，勇闖高峰啦，深紅紅啦，響入邊等位有呢隻勁進良區啦，掟到最出啊，仲一隻呢，就係天天更好嚟㗎，最後直路
啦，埋邊學霸王鬥緊中間超旺財嘅時候啊，戀愛狂咧就3腳箭步立咗上嚟啊，再見到中間有準輝王追啦，大我當天天更好上緊嚟啊，最後100零米戀愛狂透出咗，外邊追上嚟嘅馬就係呢隻天天更好啊，中檔位置有巴閉佬啦、準輝王啦，入邊仲有龍城強將，接近終點第1名戀愛狂贏啊，第2名嘅馬咧相當接近啊，埋邊龍城強將。中間橙衫有準輝王，12號淺藍衫巴閉佬外邊，仲有隻天天更好啊！贏馬嗰匹係戀愛狂，第2就近啦。內欄龍城強將係咪機會高啲呢？第3名嘅馬有橙衫嘅準輝王，淺藍衫12號巴閉佬，外邊仲有隻天天更好，需要影相。戀愛狂喺度贏馬。黃健威。好，你一起步大家都平排躍出喎，前面快噶嘛，外邊位置富國兄弟喎，出邊藍衫仲有隻鑽石星空啊，中間天福啦，6衫黑帽啊正義波啦，第5位到啦，淺紫色衫就係小鳥天堂啊，顏色的顏響中檔內欄有君子啊，馬林中間吉星騎士外邊呢，紅黑直間衫咧仲有正極啊，後呢個馬匹啦，先有彭才自然動力啊，尾3呢就至尊高超，尾2紅衫一生好彩啊，暫時殿後係鬆啲嚟噶，好啦，咁啊轉香港體育院灣啊，鑽石星空一馬當先自己放啊，跟住第2位就富國兄弟啊，第3位嘅馬有正義波，內欄第4呢就係呢隻天福啊，第5位咁啊小鳥天堂啊，再後邊嘅馬出邊紅眼罩紅帽嗰隻呢有正極啦，出邊自然動力走上去喎，馬林中間呢，咁啊仲有呢隻君子啦，顏色的顏啦，外邊呢仲有一生好彩啊，後啲嘅馬匹啦，先有至尊高超啦，吉星騎士啦，掟出去大外檔，粉紅帽仲有彭才啊，好啦，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鑽石星空拋嚟咗1個身位到啦。見到中間位置開始追嘅馬有富國兄弟啊，外邊小鳥天堂亦都上緊，中間位置追嘅馬仲有正義波，埋邊就天福啊，外邊仲有一生好彩啊，最後200米到鑽石星空佔先啊，富國兄弟一路追緊佢，外邊仲有小鳥天堂，入邊係天福啊，最後100米到啦，前面透出嘅馬，中間位置係呢隻富國兄弟，終點前力壓埋邊鑽石星空，咁啊響外邊呢，仲有啲小鳥天堂追緊上嚟。結果呢場頭馬，富國兄弟都跟前走喎，呢場馬比較好啲喎。富國兄弟終點前就追住鑽石星空，外邊追上嚟有小鳥天堂，第4名係天福啊。葉楚航起個孖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前面快閘內欄同樣美麗啊，中間健康愉快，外邊維港智能最出係飛鷹翱翔啊，外邊紅衫第5位呢仲係遙遙領先啊，第6位黃帽中檔呢風再起時啦，內欄第7啊就係光年魅力啊，黑衫黑帽第8位仲有勁進輝煌啊，後邊嘅6匹馬啦，分別有陸續無限啦、進跑得啦、星幻啊白衫內欄尾4嘅，尾3外邊綠色衫紅帽潮州精神啊，尾灰馬太易穩啊，暫時殿後係米奇嚟嘅。好啦，轉香港體育學院灣啊，一對放啊，同樣美麗佔先，飛鷹翱翔跟拋甩後邊有成4個馬位啊，第3位嘅馬埋到嚟呢，就遙遙領先啦，健康愉快第4啦，維港智能第5啊，內欄第6啦，白衫白帽呢，就係呢隻光年魅力嚟噶，響佢外邊紫色眼罩有風再起時啊，後邊嘅馬黑衫攞出去啦，有勁進輝煌啊，後呢個馬匹先有潮州精神揈出去啦，響入邊呢，仲有呢隻就陸續無限中檔啊進跑得嗰啲馬，最後直路啦，外邊係飛鷹翱翔鬥緊埋邊呢就係同樣美麗，兩匹馬單打獨鬥啊，中間衝上嚟啦，有遙遙領先同埋光年魅力啊，響埋邊位置健康愉快，出邊風再起時亦都追緊上嚟，最後100零米飛鷹翱翔同埋同樣美麗一齊鬥完嘅時候，外邊光年魅力上，出邊位置仲有風再起時，中檔位置係進跑得接近終點，光年魅力贏啊，跑第2名係風再起時啊，第3名有啲內閃啊，嗰隻進跑得。至於跑第4名嘅馬呢，就幾匹馬好近㗎，埋邊同樣美麗啦，外邊遙遙領先啦，中間夾住係飛鷹翱翔啊。結果今場賽事光年魅力出閘各樣嘢都妥當啦，成功保中啊！